Hello，大家好，各位打機嘅朋友，你哋係咪都覺得想玩最新嘅遊戲，銀包真係頂唔順？今日我嚟話你知一個慳錢大法 PC Game Pass， 有咗佢唔使大錢都可以玩到勁多遊戲。最近大熱嘅光與影33號遠征隊同上古卷軸4重製版都一出就有得玩。而家我同你哋數下 PC Game Pass 點解 KO Steam 嘅5大理由。第一個理由，價錢。PC Game Pass 每個月都係49蚊，就可以玩超過400款遊戲。Steam 呢，每款大作都要幾百蚊。PC Game Pass 就好似遊戲放題咁，任你玩。第二個理由，新遊戲一出即玩，所有 Xbox 嘅第一方遊戲你都可以喺 PC Game Pass 上面第一時間玩到。即係話最新嘅 Call of Duty、暗黑破壞神同埋 Doom 一出，你就可以玩，而且唔使額外俾錢 ，Steam 就要逐隻買。第三個理由，靈活性，跨平台玩。PC Game Pass 通常同 Xbox 遊戲機嘅版本同步，有啲遊戲仲支援跨平台儲存同埋多人遊戲，對於同時有遊戲機同電腦嘅玩家嚟講，真係好方便。第四個理由，優惠同折扣。PC Game Pass 會員可以攞到遊戲入邊嘅獨家優惠同埋買遊戲嘅折扣，有時你甚至可以免費攞到 DLC 同埋擴展包。Steam 都有打折，冇錯。但係 PC Game Pass 嘅優惠係隨時都有㗎。最後第五個理由 ，EA Play PC Game Pass 送埋 EA Play 熱門遊戲，好似 FIFA 系列、星球大戰系列等等都可以玩到。以上就係我嘅5大理由，想慳錢又玩得爽 ，PC Game Pass 絕對係你嘅最佳選擇。每個月只需49蚊，你就可以享受呢啲咁抵玩嘅服務。而家就去官方合作夥伴買啦，享受最佳最抵嘅遊戲體驗。